民眾黨中央委員蔡壁如進前宣布，要爭取代表白營來選彰化縣長。伊佇咧政論節目的時陣，人去甲問講，是哪黨內遮爾濟人愛退黨？伊煞總哇一直講伊講這個提名的機制有問題啦，互相攏無溝通啦，黑白放話講規大篇，但是這個過程去互郭文德看到伊看到了後，佇咧網絡真生氣，伊直接流利寫講，你中央委員無咧黨中央內底講，竟然佇咧外口放話，這個故事兩邊感覺非常嚴重。因為你的邏輯不通，你把每個人都當傻子嗎？參加節目，直接講民眾黨中央定調地方選舉出現指控質量，說有無公平的情形。真正宣布要爭取代表白營選彰化縣長的前立委蔡壁如，佮跳出來講最近退黨風波脫手的原因。這麼多人退黨，在我看來，我的結論是：第一，沒有溝通；第二，溝通不良；第三，最不可取的就是幻化文化。其中，龍岩區這個小號特別引發關注。伊批評你是中央委員，唔佇中央黨部講，煞來遮放刁，這就是你溝通的方法性。事後，黨中央證實，這是創黨主席郭文特個人的小號。我有特別跟主席請示過，就是他的原因是什麼？那他很清楚的說呢，他認為這些事情應該是要透過內部的溝通，而不是遇到事情就到媒體上去放話。我早上我有看到這個留言啊，我個人認為那不是他啦。我很客觀的去看待這一批的退黨潮的原因。蔡壁如講，留言者連伊名攏拍唔到，係絕對唔是郭文特。是講黨團主任陳棣涵也堅持，只有郭主席有這個小號的權限。另外，媒體人黃光芹閣在發文章批評黨主席黃國昌，伊講黃國昌捌講傅崑萁邀請伊合作，要選正副總統。嚴格傅崑萁說講，伊無安尼講過。黃光芹講，黃國昌將民眾黨小拿化，根本就是為着伊想要做副總統。明明我們這個柯主席講得非常清楚，哈，就是說各黨之間，因為我們就是所謂第三黨，要做議題合作。黨團也強調，黃國昌絕對無可能甲國民黨做交換。民眾黨推動的風波也未結束，今擺閣含過去友好媒體貼破面，有影是蠟燭上頭燒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